後來鄉親閣來看台北市甲新北市昨暗上大雨，有袂少的路面積水，真緊就退掉。不過三重區集成路甲成功路口路面車內積水是真嚴重，原來是有水管破去。相關的單位接到通報，趕緊進場搶修。天頂落大雨，點仔交路冒水直直運出來。 就算雨霧停落來，土坑嘛是同款繼續在噴水，水摳摳咧流，互落雨積水變做水池遐。警察接到報案趕過來，放三角框做交通管制。相關單位來看，才知影講是水道水管破去。代志就發生在新北市三重埔成功路和集成路口，昨暝大雨落過，有水管破去，水道水公司經關開關嘛調機具來挖路找漏水所在。水管破去影響到90掛戶的間接用水和4戶直接用水，水道水公司嘛經設供水站解決民眾用水問題。 不過水管破去，落雨閣落落，唔能愛修理水管，落雨問題嘛愛定鋪路。那搶修的結果，目前現在漏水點還不明確，還在找。但是周邊地區有下線的現象，搶工處目前也派員在現場處理。我們希望在下午那個尖峰下班時間之前，我們把它盡速搶修完畢。破案地點是三重埔交通主要道路。 相關單位繼續修理，希望用路的民眾和住戶用水會當緊恢復正常生活。